以前我成日聽鬼故事，聽到好多撞鬼故事都會圍繞住冤親債主返嚟尋仇，又有聽過係上幾代虧欠咗人，鬼魂返嚟揾下一代尋仇，所以人生命運好差。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，有呢啲事情發生亦唔出奇，信可以信，但我真係充滿疑惑。如果有人同我講，我阿爺個阿爺個阿爺條過嘢數冇俾，正所謂爺債孫還，依家揾我尋仇，仲要係隻鬼嚟，要搞到我家破人亡，成世冇錢擲袋，我會點？首先，我係唔識我阿爺個阿爺個阿爺，以前啲舊相好，但就揾我還債，我會真係黑人問號啦。假如你話我今世傷害咗人，人哋返嚟揾我尋仇，我可以理解同埋接受呢個說法，但係冤親債主嚟揾我，仲要係家族性尋仇，我會充滿疑惑，但我冇辦法去否定，因為有人真係遇過都唔出奇。家族性尋仇可能講得太遠，不如講返自己冤親債主嚟揾我尋仇，意思係我唔知邊世，唔知邊度，唔知幾時虧欠咗人哋，人哋做隻鬼都返嚟尋仇，但係我今世又唔知有呢件事發生過，只係有隻鬼話我欠咗佢。如果呢個說法講得通，不如喺我唔知嘅情況下，話聽咗我做網台節目焦點視頻人生有加分，因為講嘢太難聽，又樣衰，又乞人憎，不知所謂，令到你心靈受創，之後行埋嚟同我講要補償返，咁樣會唔會可行啲同合情合理啲呢？再重申一次，我冇辦法否定，因為有人遇過，真係唔出奇。如果發生喺我身上，我一定會諗，上世完咗就係完咗，點解可以揾到下世或下幾世尋仇？我從潛意識 data、家族業力 data 方向諗，可能解釋到呢個冤親債主嚟揾我尋仇嘅現象，因為冤親債主透過儲存編碼資訊嘅空間揾到我今世嘅資料，所以揾到我尋仇。不過如果相信 Elon Musk 曾經喺公開演講中提及人類會喺真實世界機率不過10億分之一，我哋如受困喺 Matrix 之內，即係冤親債主都係一場被編碼嘅遊戲，一堆編碼就會有儲存編碼嘅空間，只要處理呢啲 barcode，我哋就唔需要再糾纏喺一件事件上無限輪迴。我係李嘉芬，係一個懂得設計真正符合科學物理檢測產品，擁有可以量度出嚟有正能量嘅設計師。我誠意推薦你使用我專為處理潛意識 data、家族業力 data 而設計嘅能量卡。其實我哋唔需要學懂乜嘢課題，唔需要明白乜嘢道理，因為我哋本來就係自性具足，本身就係完美，只係受到呢啲 data 影響。呢啲 data 喺唔知來龍去脈嘅情況下影響我哋，其實有非常簡單嘅方法輕鬆處理。歡迎你向我查詢有關產品，多謝你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